穆桂英挂帅，绍兴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演出，编剧鲁继春，导演石景山、王焕英，作曲顾达昌、金良、李万民，舞美设计陆云峰。陈飞饰演穆桂英，吴凤花饰演杨宗保，娄慧琴饰演杨延昭，娄周英饰演八贤王，何梦来饰演焦赞，丁原饰演孟良，胡国美饰演佘太君，胡洁婷饰演八姐，董建红饰演九妹，潘琴饰演木瓜，张青青饰演萧天佐，沈佳敏饰演黄琼女，涂少华饰演萧金，司鼓吴彦明，主胡严传芳。
来，你们歇歇去吧。是。倒是两军对称，粮草鲜营，我这砍下军粮，叫杨元帅死后破得了这天门大城。姑娘，你真是吃了杨戬丸，关起一件事来了，管他破了破不了，这与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呀？哎，此今国才为领导员，匹夫岂能负责？既然如此，你令我砍下3贯军粮，我哪里是要砍下3贯军粮，只不过是要那杨元帅知道你姑娘的厉害。姑娘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野药啊？莫怪那一年辽兵进盘，不测阵，这王秦我发军粮死成兄，我扶他两团兵马在边关，这王秦翻身无与的死痛，宋王无讨心谗言，杀害忠良太昏庸，此今辽邦越万金，家仇国恨少才凶，我有心归程3关去，真乃是出自报国，路难通。今日结下210万，杨元帅岂肯食粮不在中？等他亲临我国山，我根此心诉乱从。他咋能听我言3分？
亲们同破天门。此间有姑娘不愧是周娘子，只是你不懂惩罚，所破得了这天门大城。莫怪你看。打破天门人之毒，姑娘怎么能挖得出此毒？想当年，老夫才死之时，曾向明师讨教惩罚，说是天门阵城中人修人，城中有城最为难破。他曾经发誓必破此城，不想他仗势地丑，却遭奸策陷害。如今辽兵在九龙屿拔下了天门塔城，我受苦思冥想，反复揣摩，终于挖出这打破天门阵之途。莫怪今日天时良机，你姑娘定要将此图作为贵人三观的厚礼。你我说说为才，等我杨元帅前来说量。是。小三可以胡子挂刺，小本官只管与我发。哎嘿，小本官总需先礼后兵。此后事有得查，三叔快去就城。是，待莫过因夸夸他在阵前为王。众军士有出塞为臣。得令。莫过才算出了莫是归奇怪看君臣中何曾得比
小青令人笑儿声。天女看他冒军官斗子林，连官所家不死英军，胯下叶子桃花。那枪尊公两家飞红云。贵门来将口子莫归因，真是不知小将军真姓他名。厅长，我乃为政不了，三官元帅张庆幸福杨素宝。请问杨元帅是你何人？乃是副帅。不知小将军护驾却令皇上如何指教？奉了父帅之命，前来索取军原谅。原来是索取军粮来了。正是。小将军要取回军粮不难，不过话须讲明，此粮乃是你军所弃，必是莫在军士所抢。莫过于你休要花言巧语，死去气人。你竟然乖乖地将粮草推将出来，这完罢了，死死不顺。你太死后，我就要特凭你这小小的散财。好大的口气，那你就先来他吧。但你不可辱骂。嘿，莫归因且听杨延春，算军粮我心团，去问特命报他送，恐破不了内命村。当今宋平无名君，全见村生过龙泉，三军于无能尊将，南朝抗了一声拳。像我三关之中，兵是黑，将是善，甚至能征官转，个个是狼生虎。你这小小的黄毛丫头，竟敢藐视我三关上将，呸呸，遭打！三弟不可！嘿，莫归因，我三关军粮，你到底还是不还？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有多大能耐。小将军要取回军粮不难，啥是杨元帅先来赔钱讨钱？你倒还可以商量。如今小将军你这副家事，即使我莫归因答应了，还不算数。不知我手中的这梨花枪，愿也不愿？呸！一个小小三口女子，尽管小亏我堂堂三关先锋，却能有你小门官，快快与我杀！
且重且宽，因何瓜子造家东多西酸。快枪！只见他枪剑杀于最气人，故算是无你高强不虚言。他眉飞模样名最小，团团乱马不扬鞭。快枪！只见他步步紧兵不放松，咄咄逼人出枪线。只见他生死不断，左儿媳耍枪舞刀，心不在焉。我扬州八成是巧计，立走来。快枪！小将军因何不马下后面？这是马是间谍吗？是此之来，小将军心中不服，心中不服，还要再尊，还要再尊。是此小将军请在上马，请。你我夸夸上山得救小本官。你我岂是魔鬼的对手？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二哥，都是你这个黑他安排。连营之事，元帅再三叮咛，见了魔鬼营要好言相劝，讨论粮草，不要无聊这破料之事，才是你。却是左右为难，左一个要他平三菜，右一个要小本官杀。如今小本官配情上山，你我若向元帅为我，我真恨不得一副劈死你这个黑他！二哥，是小本官配情上山，是何是好？是何是好？二哥，
还是我先为大营为兵元帅，发兵先来的就小本官。你二姑嘛，怎么样？就这样，马上加鞭，官上莫可裁，去上那么过瘾？不去向那么过瘾，陪情道歉。要你二姑去向那蘑菇营赔情讨钱。哼，二姑，哼，哎呀，二姑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你先去赔情道歉了啊！哼，哎，快去，快去！暂停，暂停！嘿，堂堂三官上将，去向那墙头山上赔情讨钱。嘿。
代身，姑娘家是她终身对许。又不曾有空那两季失去，不再来。姑娘她请来了宋军小将，不叫杀，不叫放，抢为何来？哎，我不免去禀报姑娘，把她砍成一刀算了。耶，姑娘啊，哎，难道你不认识姑娘了？认识，不过什么？今天我觉得有点怪。莫怪啊！昨日警卫的萧将军现在何处？啊，我将他绑在去年天的柱子上。你绑得紧也不紧？姑娘放心，我用出马打人，这样上7刀下8刀，七七八八上上下下，一共绑了15刀。嘿嘿，他逃不了。哎呀，谁叫你绑得如此结实嘞？绑得不紧，怕他逃掉啊！哎，萧将军呢，不出许诺，岂为吞声怕死，逃离山贼？不出许诺，心中不服。整天马蹄走娘，烈得很女，想必是你委屈了人家。哦哟，他不委屈了我，所以我好运气了。他整天骂我们是强盗、三口女，他当真把我们骂了？骂了么？姑娘，我看干脆把他杀了，少不得。啊，事情不了万金，正当用人之际，这是杨家4代忠良，你姑娘岂能枉杀无辜？啊，那我去把他放了。哎呀，放不得，我还要用你啊！我有啥用？不用你问，是不问，我有些明白了。莫瓜啊，你看萧将军的妇女是何？嘿，他的妇女要是再好上一点点，姑娘你就进不来了。那萧将军的人品也是何呢？清清秀秀，白白嫩嫩，可好比纯公玉兔。莫瓜，你的看法怎么与你姑娘一样的？姑娘心里的事嘛，嘿，你明白了啊？我怎么还糊涂着呢？啊！哎呀，真是一个大莫瓜！还不用我带萧将军？是。带萧将军。是。小将军，莫桂英，你把萧少爷请上山来，杀也不杀，放也不放，是何道理？姑娘，人家娘子嘛，你就把他杀了，我们还好落个人情人。来，拉下去砍了。是。慢，谁让你们同手来？还不与萧将军送榜？送榜啊？送榜。委屈了，哼！莫瓜啊，你看他还凶得很呢。不凶啊，那是早就成了。哎，no， 催，还不用我下去。是。小将军，请坐。哼。为日可立不可君，他丈夫可杀不可凌。两种宝剑配你情，又何必家人家女同出营？要管要杀要死赢，君有理，这落令他往上死死。
河残切三菜把身啊成。莫可在举起刀似金，从未曾烧那地方想你。真的是吞官于无力，莫怪因为民此海不留情。注定是我把御剑上莫怪因姐夫为家不问要小将军，莫把归应当得成。姑娘其实忠良恨，因我结了长山岭，莫怪因不做过扬名事，就不会看出军粮不放映。姑娘既遇不知，弟子女破了军粮，何日送他营？小将军，真诚面前不失家，我开堂破佛倾城心，我看你少年英俊无你高，更嫌你是杨门忠良一脉根，诚心见我心故儿请你设在门，我愿与小将承恩。陈康礼，明日送粮接派你。小将军因我发笑，可笑子女莫归因，可怜独自从于亲，两门下尽当平，自来忠良传来名。你可知唐宋金不老太君，从马空从身经百转是令啊令，你可知宋十冬娘我的父披肩责在南征北转挂帅印，你可知我母就是三君子，我就是阎王千岁的玉外甥，你可知热血纷争中所负，血泪漂浮马盖故事中
还要礼10分。堂堂三官喜封疆，真正也归于为民。你是那皇陵三季军的王，你此秀于情爱真何名小的，小你皇子杨宗保，狂言不知地狱高。杨家中言我皆知，且听你姑娘表一表。老太君德高望重，宋不老，杨元帅中流砥柱真气好。众说无为国捐躯传千古，众声声弃官朝，官担朝。把古酒一皆饮无，少妇的丫头也无啊你高。杨家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姑姑姨姨，一个一个顶天立地龙腾乌鸦。只有你这个杨宗保，地地道道道道地地，地地道道道道地地，这是一个大脓包。你今天把我当这一个大脓包。为什么才见一尊定不老？中宝几尊妇女高，为什么梨花墙下走了腰中宝几尊妇女高？为什么去年听婚帮十五道中宝几尊妇女高？为什么也在山菜落了草？小的我弯了腰，咻的我脸儿扫，天不服，个英勇皆用要加倍。才见落马把污水泼浇。你不要先快自忘，我还要与你比试较量。当真要比，君子岂有戏言？丁姑娘，如果红脸北向前来站在就见姑娘。小将军，他是三关后人，哈哈有名的三关上将马良，快有请示！还说你怎么死得落忙来了？莫财主，刚才我等多有冒犯，忙两长山，他来赔罪讨钱。莽将军可是为他而来？是啊，不枉财主海量，方为我家他儿说。儿说你或许当中来作业，失去了丈夫之妻去救妻，中饱三比青上山，知君长地去顾惜。有道是好梦不切眼前亏，堂堂的三官先锋见事体，为数两百斤啊，做了他手下败将万不起，都要与他在比试，都
说态，我要昂长年。小将军一定要比穆桂英适当奉陪，不过有言在先，实在必死在手。小将军，你怎么这样？圣明你的处置。好，如果小将军别此失声，我姑娘要你留在山寨做什么？难道要我做个寨主不成？儿子做个寨主的驸马爷。莫光，你姑娘，你不愿意？小将军，你。哎，大总管，我查这是逼死失身，一切由我担。开慢，快说，是让穆桂英输了你？对，莫财主，要是你输了你，穆桂英杀是逼死失身，愿将10万粮草与小将军亲自送往大营，为尽请财。好，穆桂英逼死失身，穆桂英下山归宋。穆桂英是我们的了，小本官逼死失身，在山寨早为驸马，穆桂英也是我们的了。好买卖，好买卖，莫财主此言非假，当然是真。好，小本官，你快去他必死较量。我要与你八不寸阳，八戒必原子奉陪，取弓箭来，取弓箭来。是。小将军，弓箭在此。前面处长正好挂着一串金铁，离小将军要一箭射中那一三个前言之中。小本官，小本官，小本官，粮草到手了。姑娘，你快！小将军剑法失身，穆桂英心中佩服。既然服了，快将10万军粮送往三关大营。且慢，难道你有反悔之意？言之之山，岂有反悔之理？那就请。哎，你的剑里飞了，那你就速停了。小本官，小本官，小本官，穆桂英把月瓜境界的丝线都是断了。丝线都断了。小将军，不说了吧？这混子你，这啊？一丝丝我连续，莫桂英却要比我高一层。他在落草为山口，他却是在奸人边的忠良儿。只见他血往为中杀烧，也可称天波养父一女，心匆匆去把婚事用。怎么样？我愿意，莫相信天上地究竟乱这样
讲了，话讲了。莫小姐，此情与我作婚，你看是何？莫桂英谢过二嫂，二嫂，二嫂，莫小姐自称英貌，景色最好，拜堂成亲，怕手接牢。恭喜姑娘，贺喜姑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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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是三光去不了，长思延长。小天座观望八家，天门城三月来，金罗密鼓下尊雕，请来了娘亲老太君，把阎王督军死期高，那天娘
娘亲去官人，看出破绽性子高，上下同心，莫君查账，烈焰激你，趁早破阵，把圣权操，圣权操。了方一马成功，破阵南杀杨延昭，自今日求言杀他是两将，且自找寻，且自找寻路一条。兄长早打字一听，3日之内是不前来破阵，莫怪我踏了神兵，马英王我神兵他中原计。把计九妹在索取陈母为华，使我天朝大军按日停来破城。在哪里？那你二姑于中报名，小本官2次被魔鬼印跳下马来，如今赔情上山。二姑嘛，
上山陪亲去了。那么闺女果真有如此厉害吗？厉得很呐！莫怪因不愧是将门之恨，借军粮身中宝，妇女城门，取了兵不敌人，许他侧身，秦王山再去团球。三弟与我陪马上山。大哥，此去需要多带什么？事实不然，你我岂是那娃娃的对手？三弟，本帅此去非为教尊，而是请言。啊，大哥，你要去请哪个严城？莫贵人大哥，难道你还疯了不成？三弟，我却问你，三官儿子虽然上将之中，交战马娘无你时候，可算二员护将。那么总报你三官二人是员上将之中，他不属第一，也属第二。走哇！数一数二的堂堂副将，才那么贵的枪下北京的北京，八成的八成。此次看来，莫贵人可真是三观一起。少将军为营，少将军为营，少将军为营，庶民竞争。传记元帅奏报，军粮可能是属运位。兵务帅，军粮是所因为正在运马而应总报教令。奏报，听你三所言道，你怕人为惊，怎么今天会把军粮都运回来了？兵务帅，黑日在莫口在陪那么诡异，竟让身去了。亏你没有脸说出此话。这那么后来你那什么那的夸色？是，请武帅是才。哎，大哥，恭喜你了，恭喜你了！这喜从何来？小本官在莫可在遭了擒了啊！那么贵人可能一同下山而来？武帅，贵人与我两有情，二所作子成了婚，愿定送娘同下山，三关空破天门。文字督军他人与黄情，一腔怒呼胸中生。他说道：当今宋王太昏庸，奸人作祟乱朝廷。他说道：莫家冤屈尚未遂，天涯报仇灭奸臣。你小心，他说他，那么贵人他到底来是不来？他说道：时代中央天不服，杨家媳妇要破了兵。他说道：谢公愿破天门城府，仇不报不归宋兵，他已画下破城。此度你可得为应？贵人他待在身边，那么他与你同来，他怕遭亡亲为孙，不愿同孩儿下山。这又为何？
他是那中间不用士兵看，三观他应了此王亲。听众把传来归隐的话，我也是喜来也是惊，不愧我家忠良，不愧杨家毛儿亲，真乃是要是王亲看我一。对，是有两差遭婚姻。都小奴才，你曾经遭侵犯了军纪，可知这是死才？大公，你就算了吧。小本官此去不但逃回了粮草，还给你娶了这样一个媳妇。何况此情与你二弟重婚，这犯了什么军纪？要治什么死才？去，像我杨延昭，身为三关一帅，岂能徇私枉法，听斩不少？大公，快在为你们上，你就杀了小本官吧！来呀！大公，大公，将杨忠宝抬出营门后斩。副帅，大公，副帅下了。副帅，副帅，大公，大公。二哥，带我去关心太君去，快去！听我上山，报与莫小姐自逃。杨延昭啊，杨延昭，你与我小心了。闻听宗保，保元门呐，张儿既是我老太君。老太君，坐下了，坐下了。老太君来了。母亲来了，儿拜见母亲。起来，起来！多谢母亲，听说宗保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他现在何处？方才与门外后长都。我问你，宗保犯了哪条罪？引我绑在辕门外。恨他所两去莫可忍，谁知他曾经去穷财，其中原意的苦明白，更何况他还是个黑皮之辈。现在年19岁，为基本干理应该。马身延长的腿不给，将此刻历经两岁，我杨门根根忠良将为国捐躯是丰碑，是丰碑。母亲，你踏过为宋王宝，
哇塞！你三姑被骂他四姑夫差，是让他与伴儿因幸福归。母亲，你无辜起红尘13休他。你去的被迫因为所母亲，如今则有杨宗保为我杨家双后台，唐朝生儿有不差。他在何才来几分天呀？母亲言虽有理，可是不孝年早身为三官元帅，岂能徇私枉法？望求母亲谅解。你千岁驾到！春京千岁，你杨延昭，我来奉你千岁。我的生你的儿正当年上，破了冰须靠他扶你金刚，因我孤帮在那辕门之外，我问你他完了军阀那天。千岁，臣命中报去所量，他不该莫可站在八秦营造。此今是强的压境我难当，乱情境造情三才，四分小情爱望去马买不进，莫上了网愁贼笑。千岁，杀了宗保是玩笑，宋王爷将在谁承担？军中有事我听他，就是那天公的他，我来报。千岁，母亲。延州的苦心，让千岁母亲能明察秋毫。你连风雨之言都不听了，你一意孤饮，我不应当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元帅，莫小姐，请。莫小姐不在山寨，来到三关塔营，有何贵干呐？请问元帅，小将军身怀何才？因我要帮助辕门何战？本帅为何腰斩重宝？小姐心也明白，何必故意同门啊？
哎呀，莫小姐，这是了吧？公爹。我与小将结连理，心头也心相依。公爹撒娇总保在安，真生我夫妻生死两离分。今朝请我得不赞？曾经早请有请见。哦，倒要请教。谁不知左太君老灵公，也是曾先早的亲。对呀对哎呀，呀，莫小姐，此话要有分寸，我等怎去报老辈人的根呢？非是归隐十分称，因好根是须刨根。其心要趁年早起，我娘若两家志同道合，策旦忠心，共保大宋江山。可是你与周报你？微臣子夜同来讨也恨，独有一口报国心。你既要全权爱国心，因我公自自过来得本宋生把君民。提起宋生心月寒，想当年我家出心报宋廷，才知昏君太无道，心在也却在我家三太根。从此我配比落草，莫苦三爱，为的是要报仇雪恨，在黄情。公爹呀，我虽因恨受他却无仇不还，不心。为之为今日臣才张国兵，倒因一时论朝政，英勇实强勇无敌，出自南诏报国门。上要我归隐下山来，是非是论证出自多少情。上要我归隐下山来，是非是莫家的冤深情明听怕归隐一日往，我心头起初时常滚。归隐他是不为多情恨，多少国忠良做冤魂，我离身传把传来冤把冤
血泪深仇应算情，真乃是三日不破铁门城，辽兵要马英往我见国门，归营现在终须命他你家着残缺心头神，不能当得没有余所成山寨，恐破天门。帅梦千岁于民，将我赛怪帅营上与我归营扎扎，中军在传我归营将场何子？是杨元帅有令，明末归营教场后子得令。金鼓声声震军心，九场春呼彩车人，莫归营上教场听儿军令。归营恰听那阎王宣旨传谕令，归营莫与海远受成人，前世皆因农权兵，本与大王宣旨意，我家的冤仇早些天下为后生。我家元帅早些天下，莫家忠良天下，文松信息太忠诚，朝廷世子有过错，一就一真为中王。
玉帝，你才求见子贤，你可安慰了。弟弟。杨元帅举业上会，少年在三关领兵挂帅，大破铁门。此时本欲以本罪之道，这是破城既然迫在眉睫，等不得圣上的旨意了。本欲做事，由你挂帅出征，杀破天门。臣遵旨，受意。匹忙御驾请帅营，允罪为我同用兵。三关破了，真军为建国牛马扫天门。可恨了邦吕万众女，为破天门塔阵，今日教长点兵请将，为领在军法从事。是，杨宗保听令。在。因为是令本部今日攻打牛女大阵，此城内西夏国公主王琼玉所败，凶险万分，为需精神一日，不得有误。得令，叫暂停令。明明是令武器神马攻打青龙城，不得有误。得令，马亮听令。在。明明是令本部神马马不在青龙城水笔之间，不得有误。得令，八戒九妹听令。在。命令各领武器神马攻打大夫人，八戒七岁绝灭攻其为不得有误。得令。宋三军有兵法九龙云。是下。接旨。万岁有旨，三关元帅杨延昭其旨。万岁！大宋承天皇帝诏曰：三关元帅杨延昭传上众位赠予不准。莫归因是有文贪无虑，真乃是在莫可在多年落草为寇，历经乱道，谁推我大宋不宜从容。三关是有曾拥有杨延昭这张不可为之亲自写，而杨延昭之子。江才华，军民有所不受。本欲退王进军，演出四通亡命，在本欲的上诏都是违反之前，不受军民。不言王千岁，但望你以军民为重，要不算万岁挂彩。一切有本欲在内，你与我所为朝父子。遵旨。听子宣，不允我胡传心推。
那不该把我归隐当三看，头送出行天苦见，独自为地狱了路灭无趣，三观张力非我意，原是那阎王千岁把子分。我本想那个故事情中里，谁料想一腔烟血浮动阎王啊，朗朗乾坤城中大，务必自个多情在强词声泪，三观衰印万无衰。归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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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隐。从今儿天乱地北，不辞退。归隐，我的妻呀，小将军，你本是忠良之后金国女，前都是军阶级八才起，尊山回口非你原才，才送上少神明，我可在浑圆后桥时期，10余年过南家走进心事，好容易呀，盼得远早先生，谁料想晴空与风，惊乱起，草林天津贵族山，古墓里中国你担心一片归隐啊，魂魄里我不归，只是那三怪回去受难了。归隐，小将军，归隐原想与你别上飞同胞，送色江山，谁知朝廷不容。我虽不认少年夫妻各是东西，可是总报我这之后帮你自己多加报酬。归隐，归隐，告辞了。归隐。太君，归隐，我隐，归隐，
有将才艺，苏唐朝公跟随你。桂英，你不能这样！桂英，你不能这样！元帅，你不能这样！桂英，桂英，桂英，元帅，桂英，桂英，元帅，桂英。一番话，陶词无理，恰有理。古难家成，远心飞。将士满腔赤诚，实乃安琪。无杀一怒，利他应，正中了提色圈套，全见机。无杀一怒，利他应，靠人破天门，云愁太低。中报虽用扫没了无帅，难与当年比。三关岁月中将士，真乃是不懂尘土，望有用力，忙东忙长，功亏一篑，三关难守，为安心。到那时，生灵涂炭，山湖水，烈红天地，黎明起。佛教之下无关如美好的河山是铁蹄。到那时古朴家亡乾坤尊神州大地今我去难去来，留难留。将我敬佩两难，嫂子爷呀，桂英，你要挂帅成真呐！桂英，你要以不死为仇啊！元帅，你要挂帅成真呐！辽王在剑水封城报元帅。
我天门大阵，杨延昭提水来接，提水来接。莫怪云群冷清我从不能插针，两分定情的花才去采针。不为宋生，为黎民。宋三军有兵法九龙云。莫怪你将我把傅大人说的偏交过来，是向青龙大人去了啊！这屯是。莫怪因是车长王，你去紧随女大人，带我到青龙大人，请了这个山口。好，报。三官县公杨总把所见女正还来，这屯是。二哥。青龙大人是有小不就要人谈也无妨，小妹倒有一计。有好计，快讲来。那么归与杨宗保新政婚配，恩爱非凡。二哥先将杨宗保又在有女阵中，对小妹接过了这个三官先锋。那么归知道杨宗保被子定算通行之罪，无心贼转，不把这个三块不中打了刀下之鬼。好计，好计！是村里去紧随女大人，令我将他引将进来，去，请。众弟兄。